来，这个高雄的旗山甲美浓嘛是大雨成灾。这个旗山的凤山市浙江新祥的下骹面变做一条溪，这大水是一直灌入庙内底。因为这个旗山溪中大水的关系，旗山两大主要的桥梁拢封起来，结果造成交通大混乱。南台湾风头雨大，高雄旗山区凤山市的庙埕拢淹水。这间外头的新上卡拢看无路，桥倒的人袂输是咧骑水上乌多摆。快点外公布，今仔日千万唔好过来上班，咱大圳水已经满入来甲咱拜殿啊。庙方工作人员看情形不对，赶紧翕影片叫大家莫出门。庙内嘛是拢淹水，水位灌过楼梯，水阁一直入来。庙内做水灾受够乱，想要清嘛唔知为倒位清起。若基尾桥边的路呢？水根要淹到大人大腿的宽度，所以讲无论是游览车还是小客车，看情形不对，赶紧驶翻头。封起来了为什么？水位已经上涨到那个底线线。旗尾桥甲旗山桥，因为旗山溪中大水的关系，两大主要桥梁拢预防性封起来，有有封锁线，禁止人甲车通行。另外附近的美浓。龙花桥市外口水消透未去，道路变水路，好真侪人会惊，唔敢冒险出门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